12殿南天宮藝術年科5條基案建醮大典，對12月7號起鼓，舉行一連串的科儀祭典、到進表、敬拜上香，在河巷舉行建醮的普渡。對廟前公學路一直延伸到大港大道，有羅主會、大主會、二主會到五主會，以及大主鋪甲熱國有功的站鋪，場面鬧熱壯觀。12當這一個醮，莊頭非常的鬧熱，氣氛非常好，人夠濟啦。迄從下晡就人山人海，到下昏閣有幾乎辦桌來請伊的親朋戚友的足濟啊，所以規個廟前大通，包括按這個公學路到台江大道這條25米的涵箱頂懸3個主會底下，也是人山人海。啊，所以這借着科儀建醮，要來普渡祈福，啊，要來祈求闔緊平安，啊，家家戶戶啊，當出入啊，當平安順遂，啊，當大賺錢。所以這是做醮上界重要。啊，當然做醮嘛借這個機會，互咱人甲人中間的互動，親戚朋友的年紀啊，會當更較黏做伙，啊，互廟宇啊，會當更較興旺、神威廣大，啊，會當來保境護民。哦，這是阮做醮啊上界重要的科儀，上界重要的目的。12殿南天宮的主委吳順德表示，12當一科是12殿人的期待，借由建醮科儀，除了祈求闔緊平安，另外暗示家家戶戶的平安宴，更加是凝聚人甲人以及親情之間的互動連結。現場除了有藝歌、花車的表演，另外也有街頭藝人的演出，整個普渡甲平安宴是鬧熱滾滾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